咱旭峰诶系亲密，因个透露，因个责任，有许个时间真认真。你若冇责任，身体三十几吼，袂存钱。你若是搞咩时间吼，最近看下咧看架碰个村嘅，哦，个碰个村人啊，那前头个那个碰头哦，哦，你看到真半年，讲啊，你啊今年就台风输嘅。什么当给听听，听听，好山好水给听听，日头日头，甜蜜给敏感。你晒棚嘅又咪愛其他暗布條咯。你媽咪佢都會轉嚟嚟關門關嚟都曬地。相碰嘅當個真10斤啊，兩箱都100斤，開送。特產農就開過來呢農來田嘛來搶過來你田開，還有那個碰嘅，唔是，那個幫田嘛打一斤。送的，加油！有沒有辦法？有碰嘅50錢，普通搶係5錢，他們都點當中一點錢嘅。好像在福建哦。是會到高雄嘅台。差不多12點，碰了標，再盤打開來，這樣整個差不多走。差不多到平朝是4點，差不多。嗰啲碰喺出門吼，你哋煮飯、水木，你哋東西全部款俾好勢來，按搞碰湯係，該搞係碰湯，按田呢弄起來準備好勢來，群眾係點麼？你要田麼？該碰上過嚟叫人做得開，碰喺多吼，上喺圖啲錢少啊。前少那碰喺大橋啊之間吼，滿度全高，基本都30-40度、40度嘛冇啊，冇變高吼，擴散出來吼，基本啊超過50度冇好嘅，碰喺會死嘅。你咪兩下插水下，我扶唔到落。我手電筒嚟。姐，呢兩個條喎。過嚟啊！
刘大哥，哎，哈，你有冇按到人咯？做裁缝汤，你到人係強攞人咯？ 2-3種槍啊，還有4-3種文工啊。用乜嘢文法啊？從今日做愛，啲人停做，等下做嘅，等於停做，喺度文工。做碰嘅時全部內行，冚將碰喺掉，生時較熟啦。 呢位係高雄人嘅太叔鄉，太叔鄉呢係全部係禮記，一看得到係附個全部係禮記。嗰啲基本係裁縫湯，不過要是呢陣要碰湯喺度嚟裁，碰嘅土石嘅範圍嗬，差唔多3公里，整3公里樣嚟嘅，差唔多正嘅大到前面係有10日差唔多樣，出來到咗你2張嘢差唔多，嗱特別要花。 อันนี้ดูเราพงไอ้ใส่ได้ไหมครับเราอันนี้ยิงฉุงอันนี้ยิงในตาไปขาวจีอันนี้ดูใส่ได้เลย就游牧民族了。好，你浸了吼，你就会碰汤。天气若较好嘅時間吼，碰湯菜較多。春天就係菜碰湯，碰湯啦菜多一啲菜多。你的头全部都是蜜蜂嘞。苗栗南莊鄉，嗰位出世嘅。4歲架吼，爸幾年能搬過來，嗰年能搬過來，搬過來8年前福利鄉、福利村吼，嗰年係5鄉去。 到3個字半嘅啦，我係大嘅，加我哋30歲吼，我哋鄉地嘅全部係大工廠吼。我爸時常講，建議我哋講學碰嘅項目，我哋講去試看啊。我爸就去學啊，到那人我哋教，等一條錢來買碰嘅，家就開始學碰嘅，34鄉地哦，當我都唔係，而學碰嘅學。 緊研究緊學啦樣啦，家邊個單位咯？家啲邊橋噶，邊橋4個單位，家上嚟幾個單位係工廠較少，你啊家都種菜要花要嗰種菜花嘅，我哋講喺學碰嘅以後，我哋賣種嘅2個單位學碰嘅，後尾嘅都係冇嗬，緊時緊多嘅花園嗬，緊多緊少。 喺像我啊，搬過嚟東浦哦，冇埋要衝。你啊，身份啊，醫學講嘢嘅，你嚟就執起條路。你碰嘅樣擺嗬，主要目的係不去河村嘅。叫我做生意馬上咯。我嚟阿國啊，那冇村嘅嗬，佢前麻煩佢背來背去唔上床嘅啊，佢佢唔上床嘅。 你啊，上咧田二灰，你哋大把田二灰嘅，仲強那田6灰，
晒過了，差唔多10日嘞，會到200嘞。见到做嘛烫死了。咧真理碰誒，佢碰湯要藍咯，要多啊麼？碰喺那多，安尼聽我哋嚟教，素碰湯啊，菜碰湯。從你一講安樣咯，安尼都超過多誒，同黏嘞。重念呢？嘿，伊咧從咧運動時草本伊都得舒心咧，一衝哦，伊咧無風過以後咯，風過就舒心咯，就麻煩，削隻體人搞，冇幾搞唔出來。你特別你看咧，種包包，哦，蒙地啊，嘿嘿嘿，那咱们呀，這個哦，就是以後會變出網，嘿嘿，伊咧地位就碰網呢。碰完我。係紅黃，你係碰網係網台，有啲網台咧係撩太機，冇係咪嗱加建議咧，佢會出網嘅，出網就麻煩啦，背碰，人你跪下你錢拿過來，衝係啊！從你炸出來就幾多斤了呢？你睇到要2斤，碰湯就2斤，要兩地就2斤。誒，差唔多2斤。哎呦，你大哥今日冇醃車冇柴面係啊？係，今日係柴米，落水就卡住啦，冇人做。啊，你又脫皮啦？唔係，唔怕啊？睇啲蓋掀開來，梗係木苗啊打開來，人講嘅啲唔係腐啊，腐啊能使嚟翹翹啊哦，就戳，一撒開就戳好哦，還是放得好了。你開始哩，你都做上米啦，哇，睇佢中意啦！冇有你會種哦。哎呀，哦，3點落去吼，一定用沙一沙出時地，用筍雕，用好，你能攞把佢搞好誒，用落去，用落啲咪當啲車吼，冇咁歪，當好當苗啊鉗埋落去，鉗埋落去就蓋上蓋，鉗電，鉗落去吼，就電後擺，搞咩家人嗰些。還會痛啊？冇辦法啊！冇幫到，哦，要嚟，唔怕，你背掉到真爽啊！普通摸到薯台安，哎樣機都冇掉。老子出來食，冇害了了。白安尼有當時若高升袂準，你驚下遐出來。係啊，冇受久啦，受久害無起來無要緊。高牆走吼，毋過若落水冇好事啦。啊，高牆夾吼，牆橋便你嘛袂壞，個底袂衝嘅吼，下巴袂秀出來，當出來就袂死得啦。喺香坡嘅主要係看
碰诶，了就乜个摸平嘛，水就紧啦。你若就平摸字吼，完全冇好啦，专业就安样啦。你若讲了位化粉啦，冇啦，可能补贴化粉来晒位，晒个配尾去，还有化粉的蔬菜，咱哋实派过啦，所以咧经验嘛真就紧。碰诶采化粉，请讲农作啦，农作啦卸落去，就是真爽动。到了2年内吼，因为嗰陣紅龍果吼，講真好價，紅龍果全部卸落嘅，所以講我哋盡量拜託佢講啊，你若化開嘅季節吼，因冇卸落嘅，你若講你若講唔會睇，呢度準備會使走去啊，會3塊。氣候冇人曉，你要是邊看熱帶嗰啲，咁嘅河塊都會多啦。而家菜面嚟中間吼，我半樣就負責釣先了煮飯了底吼，我就準備個菜烹湯嘅加火頭。4個查某煮飯，煮菜，煮好，大家就叫來食收收的，大家做的。芳仔場若較無閒，就落倒灌迄內，互人教安尼。乾片啊！乾片啊，蜂蜜，都片子啦。一届到拢嘛，当咧丰收的时，拢嘛介济粒啊，逐工就是爱灌迄蜂蜜去你倒迄桶仔底，毋是像即摆用机器用抽的，对无？即摆时代较方便啦，逐项都较进步啊，阮较早无啊，拢用手啊。菜面菜到板凳讲吼，都特色3-4煮。袂得讲伊讲啊，安尼啦，了菜面菜蔬而来特别料，菜面熟，我哋就转来，差不多上正月咧吼，我哋就准备去出门咧。啊，都带东西出去外面煮啊，都没有去带饭店都没有啊。咱去到那空调风真好啊，天啊煮饭、炒菜。有影真少人亲像阮安尼啦。所以省气啦，阮特色安尼合袂多吼，安尼省不加1号。咱交碰到嘛强下煮强下是啦。你小碰的哦，那煮熟，咱那供养哦，那一半的供落嚟。所以伊供养若冇那天做哦，该都唔想做。我心里真恶咯，我真恶咯。伊做事哦，唔是安尼，这有2年来唔是安尼分，唔是安尼来搞，一直甲袂清爽者，佢当会做。我供养也好，我心里也好啦。啊，你睇個米佬心口安尼溝通冇問題啦。冇問題。幾行煙啊？你咪行煙啊？嚇？講開了啊？睇睇乜行嘅？一年啊？這裡名單。哦，你話會講會了啊？這祖先係咱的村下廣東啊。你話講嘅橋面用做啲乜？做得。你哋嘛按照啦。係應該唔會啱嘛？我唔會啦，我要直倒落去。anh出來有上生嘅嗎？có呀，有乜嘢上？你叫我冇看到咧。thì chả nhẹ để. 你真嘅咧？係啊，上幾樣嘢嘅真啊？你嘛冇學到啊？看照片啊？看照片啊？現在有聲音啊？有網絡啊。你用也要個網絡個帶有冇？
伊就为着囡仔读册无法度啊，挺啊要加密才甲伊做伙出去。到做工课时，咱着爱认真拍拼。50工头2个月啦，50-60工啦。厝诶，会烦恼伊变歹啊是？嘛是会烦恼啊，时到时转啊，变歹则变歹拍算啊，对啊。日本来吼，把现草无脚断hết，脚断hết，变冇人来讲哦，把讲个烦恼安样吼，冇人来讲去台书甲烫到朋友讲也不卡可能就死亲，哦，都大天嘛本梅句嘛唔敢讲啊，老尾讲就是人讲，莫个死亲，伊人讲把现草无。所以缺点讲，安尼无法度照顾到好，安尼要卡事情。创个敢若认真存钱，要卡阮阿爸阿妹伫古人人。这菜面期间吼，来到新桥就天碰的出嚟雇佣菜面。不卡就20孙呢，伊只阿妹老阿妹吼，等喊人补养，是来去。了后咧推重视也无稳，看来碰的用把迄个咧。经验以后啦，咱拢就电话联络，讲到几多粒，到几多斤那样哦，拢知啦。所以基本上咧看啦，为人来啦，关心一下。我来这敢若等外家哩，来这互恁照顾一下，谢谢啦。无啦，我对你拢家己有啊，有啦，来这好，敢若家己的厝咧。是家己去尔。了位的创体，伊咧30年了，谈到30摆咧。条摆是先看味素，看家己，因家己让门个提出，让咱去食。佢若咸，因尼让标。安尼了过来是毋是天体族咧？拢填把联络，体族吼要先到安尼拍味素，味素种强安尼让平碰的。中彩教育，我即摆无头路啊呢，真啊。因第一批来是，遐个大我拢无啥印象。平碰迄个每年吼，那资金几派是咱呢那钱，安尼就用个又舒心来。孙来碰汤，上帝去本期安样做意思安样啦。我来若来遐几10年嘞，相处太细对我来拢真照顾，都非常好啦。大家都像因这个亲戚这个下辈因穷人来样，对我真真好，对我来嘛穷人好啦。以前本样，大本样两三来田，你来到心口，伫遐未吼。到这本期记了伫遐嘛，伊好啦，真半张来记得。应该是伫30几年前就甲因有熟识啊吼。熟识的时阵算老先生，即个甲阮爸爸较熟安尼啦吼。我算讲甲陆续到尾期来，才甲因有较有接触安尼。整个这算起来时间应该有30几年的时间安尼。因做代志就是安尼，遮尔辛苦安尼吼较早是咱讲是一个一般的普通朋友尔吼，大家发展到即摆时，用讲是一个真知己的朋友安尼在做伙安尼。
结果你碰上那个没没嘢咧吼。嘿，了啊，是以前很多雇佣个台塑乡，该为啊发开刷的，啊了使落推动个无风向，了碰上来建议啊，要组织很多资料。安尼若就唔妥卫所啊，个拄到天气无好，安样产业啦工作就会临时暂停。安尼又是天了看，天了个碰冲去重造，去个发又快，问题冇乜个咩。安尼就绕改变平时，无绕碰个赛道了，推动个无风向。啊，你看了漫山漫谷个，个有研发安冲。哦，俺咧上啊，天公班啊，若半年以时啦，差不多啊，半年差不多20几个好天啦，安尼就袂溜真好个舒心。阿祖，给我打一袋片呢？大只片的嘛，你话长球啊，做得淘汰个，趁这个机会把它顺刷数位落去。我好像甲你请教一下无？我看你这所有人敢若拢较少年的吼。还好啦，嘛是因为对这个行业有兴趣才来投入的，啊无足侪拢迄落衔接不上来安尼啊。少年的拢无爱顶地老的工课啦。啊，有兴趣来做啊。啊，足侪人嘛拢做无几年就放弃啊。教育生意呢，就顺其自家去发展，自家去做。15年前呢，佢就讲啊，好啦，在那小碰的，在那小碰的讲啊，你就来3万，小碰的就直接进来3万。了，现场教机看，你拿出来片的，看了碰的有抽丝么，有样板嘢么，拢会来讲。那有抽丝啦，就是来讲啊，了有刺，有头刺，有刺会头刺。种皮，那摸哦，阿妈出来全部皮那下怕，嗰度唔係背，冇效。還有講，你係供碰樣板線呢，網台樣板線呢，跟住嚟講。19年嚟啦，到了後個技術啊差唔多，所以經濟夠這方面，我咪要嚟講啦嗬。冇同匯率啦，都同台放嘅樣，即係經濟要控制好咧。我差唔多拢會教本地嘅，做得嚟去做得講自家獨立一面嘅，做得嚟樣。我就差唔多18歲嗰下要出嚟聽飲料做事啊，本身做修理廠，包尾因為哦，阿爸年紀嘛大咧啦，啊另一隻行業我都要卡個做研究咧，臨時當去平體個尋摸材啊，啊。到差唔多是30歲，嗰下我就決定轉去接碰嘅，本來爸講啊，唔是講按推翻咯吼，效應冇人接啊。碰的技術，通通去全球本來個，有一些改變就係，因為推內部後，老朋友大家窮下有交流到每嘢。本身以前一擺出來就生意添了成5年化，像去年啊，佢係發明較冇豐富啦。去年伊若冇出來是二級化嘅碰嘅，吼全部推動通通冇傳承嘅較多。特色用嘅會所冇強樣，得到嘅情況咪會冇強樣，因為做一隻交流。做小碰嘅研究嚟啦，要都要固定嘅研學品質，因為嘛要法律落去輔導，本來都要固定嘅商業，政府就較方便嘅，嘛係認為講你小碰嘅你還是做得做。cái咖啡係嘛個東西啦？棍碰網嘅，
本去木上峦，去家有为所有中风通。人为的控制啊，控制。那蜂王的紧闭式是你自己做的啦？没有，咩咁卖界，卖平界。哦，就好卖啊。有，了下吼，碰迄个用具啊，人设计哦，无设计，只有架床。你看蜂会上色吼，嘛个上色下冲啊。开碰迄较创，就西北迄个。嘛毋会使袂啊，都迄了搞咩开碰迄个因哦，水甜啦。因为去冲嘛，会烘落烘去啊，我开落开去较冲啊。前两个上色，你爸还走得走吗？以前了跳书是走得走啦，都较冇后上的安家安样甜甜。啊，从俩总会上色啦。俩总会上水走得啦，手啊，是按倒水的啦，嘛运动的吃困的啊，本去退休咧。啊，了前面若树新说，因伊就准备哦，老碰的赛船去推动咧。那把摸落去吼，去做这后勤工作，因为了发去摸一天，因伊随时若会转哦，电话打来插现电，因伊就载送去咧。哦，现在才看到你们庐山真面目呢，啊！笑脸啊哦，哎，笑脸。蜜蜂蜂说，这个老板笑呵呵，笑哈哈，大家都笑哈哈，大家都传签啦。别摸哈，别摸哈，摸啊摸啊摸啊！最严的了，最严的了，记得，拜拜。应该啦。等我文姐，我爸妈去。都是那样人爱鱼无鱼度。早先的那热天吼，热天较早天光啊就较早好，差不多5点半就好，4点半5点安样就好。那较冷的时节吼，冬天冷的时节就较煮，冇冲冷吼，人嘛冻掉啊。
碰的嘛无法做风啊。该嘛该啦。开水。冇大意哦，冇法度做事。中碰的下巴出汗哦，出面。你冇水若冇准备到哦，冇法度。迄个就是咧熟棍碰，冇熟的哦，你烧木汤最多。你来个连碰的上摆是菜面，佮顺爽几多碰的咯？下摆碰的菜面哦，差不多就流心的是身体的，身体轻重而已，过劳死。伊拢做成3万做啊，你啊弄差不多3张月过去哦。差不多从咧，你就挺爽的啦。做碰往年哦，维持啦夏天的生活，到碰一只个小木，伊春地个贡献啦，泡泡个哩啦。可能伊本人来搞安尼做往年甲有月少真好，假使一公斤水果10000人扣，我咧做些一张月嘛，差不多1-2万扣个哩啦。你啊，往年呢，价格2000人扣1公斤，当真多啊！那点普通时种有这心头吼，抓来先吃3句2句的，2份的嘢先吃伊啦，就像这样种的都处理来。一年就好咧，那点春去深酒咧，那实落去比袂田麦，麦好那点有吃咧表，那深酒对，那点。吃空的是个特别好吼，吃伊了个先伊按汤先熟下去。熟熟啊，人夹葱，葱个夹鱼咧。叫伊人清空那个母果的吼。个葱要先夹起来。葱要先夹起来。就卖出去吗？有，一公斤卖300块，几点高雄人啊去做蜂子粉，碰的粉啊，碰的粉挺贵哦，比往年还贵哦。咁面就已经炒了些了。有，炒的是煎卵啊，那炒啊做得煎卵啊做得，新鲜啊，人煸好了那伊炒蛋。我来的这个特别标葱的，标好，我人吃出来标上比普的。弟弟，你在做什么？讲话啊！假匆匆有人要讲哦，拍死。阿哥，你生意马上哦。我来。过来添收了啊。很夹葱。哦，好棒哦，加油！一次夹一只就好了啦。我家下细细家下做介上市都是从我来的了推做来上市夹葱啊，摸到别往年啊。我了推种葱啦，了则上市较心无主家己啦。我老我半用两三轮流啦，摸种好吼，佢병落去碰喺度唔会去土年本了则葱嘅时，3日条就冇解年好数啊。
你个挑战解决的嘛干咯？这系碰碰人，浇水嘅，我系即刻系试嚟。酸酸，冇甜啦。你做好啊，就要放落去。你喺咧味汤味落去咧吼，啊味道就咧欠米落，個3日以後就過來太素白。嗱，好啦，一3歲從啊做事哦，很好啦。培养下一代接班人，接班人呐。接班人。哎，老师早。哎，老师早。带小朋友来参观。哎。打扰你啊，打扰你啊。不会不会不会。不会。哎。早。大家早。我们现在看到里面亮亮的这个，它就是从小慢慢在里面长大。这里有没有看到？里面有白白的。它现在在里面，对不对？幼虫是不是在里面？经过了差不多大概22天，它就会变成这样的小蜜蜂。然后它的寿命大约只有3个月，所以它蜂王会一直在里面生蛋。然后生完蛋之后，它就是一直孵化啊，有的老的就一直死掉这样。它死掉了。死掉就像地板上这个有没有？蜜蜂自己会把它抬出来。真怕你讲，你俩种下等于碰窗哦，和参观那样吼，较好啦。几点都本去了解一下小朋友丧失样摆现在样嘅呢。所以呢，佢有问题吼，佢話來問講咧樣擺現在樣嘅。第二講咧小朋友樣擺現在小，碰嘅厲害關係，因為碰湯樣擺現來，應用真低。你都要吃蜂蜜了，它当然也要吃蜂蜜，因为这是它生产出来的。它如果没有蜂蜜了，它如果没有蜂蜜，没有喂它。没有蜂蜜，我们这上面这个有没有这个塑胶盒？我们就是要舀糖水给它吃。係一般人咁樣來了可能真少啦，冇幾多沙會咁耐啊，因為你冇人啲啦吼，嘛冇法度好，嗰種係。只等弄成了。要計機會落來吼，整個只知識。
生日快乐！平常我们就是寒暑假会回来，就是回来跟我爸他们聚一下。我爸就是一个就是平常不生气的，但是一生气起来就是很可怕。就是小时候就是虽然都是妈妈在大细声，可是通常我们比较怕的都是我爸。然后从小就是跟他一起去养蜂。小时候就是都没有假日啊，然后放假的时候就是去蜂场帮忙，对啊，然后就很怕被蜜蜂叮到，因为叮了就整个脸就肿起来这样，对啊，全身就痒。就是养蜂真的是很辛苦的工作，不管是台风或者是下雨天，怎么样都是要出门。像采蜜期间的话，就是2个月就是都。爸爸都不在家，那你们不是很自由了吗？没有反而是比较想念他们啊，对啊。我学蜂的安多年来咧吼，另外人生的当上亲好，人生就安样来。我母鸟就讲，我会传几多本成语呢？我母鸟去讲伊度，2、3张嘢我无人讲，伊就准备好咧去。报名报好了，即个会，但我哋向地址冇去聊，去日本行聊。我就讲啊，好啦，护照办啊，但跳到摆人办护照。提一摆办护照。这是什么东西？以前是，我哋两沙古个来碰诶，来碰诶，你传习完啊，你若冇顾好，那出去那边，唔多发生事情哦。无人互咱处理啊碰诶，所以也系一点。有关于上无有风的代志。系啊，3万哦，3万做势。特色来买新口农地在台北行，特色全换体样，现在就碰喺40年来诶，累积起来成果。所以今尾现在上映，大家穷下来一样嘅。生日快乐！